相隔20幾年，由日本轉戰去美國嘅人氣戰隊劇集，喺2017年終於被電影公司重金打造嘅《恐龍戰隊》。故事講述5個不同身世、唔同膚色嘅邊青喺一個礦場入邊執到唔同顏色嘅石頭，其後為咗避開保安嘅追捕，架車俾火車撞完，班友仔都唔使死。唔講我真係以為睇緊奇異博士，撞車都唔死之後，仲要上山修煉，嗰下犀利啊嘛！第二日佢哋各自發現個個都擁有力大無窮、異於常人嘅體能，復原之後仲有安然無恙，通山跑、通山跳。最重要嘅就係要由一班唔熟悉嘅同班同學，最後要變成好朋友。Oh, I'm black. What? I am. No, you're not. 但係最奇怪嘅係，如果一個咁奇怪嘅山洞裏面俾我見到一個不知名嘅物體，我絕對係會掉頭走。但係佢哋一定係揀行入去嘅，入到去見到一個綠色嘅魚缸頭，都仲可以異常冷靜，因為喺我仲細嘅時候，佢真係好似一個頭放喺一個綠色魚缸裏面咁嘅。經過佢豐富嘅面部表情，一輪解釋就話呢5個邊青係被選中嘅細路。之後仲俾佢哋發現，原來90年代電視劇入邊嘅女巫，原來係咩話？綠戰士？到底我睇緊啲咩啊？其後佢哋着上5種唔同顏色嘅緊身衣，化身成為超級英雄，為嘅就係保護 Krispy Kreme， 為人類守護最後一份嘅 donut。最慘嘅係打出嘅動作鏡頭3分鐘都唔知有冇，鏡頭一轉就變咗變形金剛。最後當然唔少得嘅就係機械恐龍同埋經典嘅主題曲，呢一幕我真係有衝動想企起身拍手㗎。Ready? Go, go, Power Rangers! Go, go, Power Rangers! Go, go, Power Rangers! Mighty Morphin Power Rangers! 主演5個絕對稱得上嘅超級英雄。 Superhero landing. Wait for it. Woo! Superhero landing. 騎羅羅、足金鳩后、變形金剛，真係變形金剛。特別介紹 Krispy Kreme， 不過香港好似執晒㗎啦。超凡戰隊Power Rangers 戰龍覺醒。喺呢個時候記得撳訂閱，我哋逢星期一咧就會出一個不誠實預告，星期5我哋會繼續講 Marvel 噶啦，到時見啦，拜。